今日呢個5、4、3、2、1，回到此時此刻嘅練習，係一個你隨時都可以做嘅練習。特別係喺你覺得焦慮、煩惱嘅時候，呢個練習可以幫你返返去此時此刻你身體嘅感官同埋覺察上面。無論你坐喺度或者企喺度，你都可以做呢個練習嘅。首先，將注意力翻返去自己嘅呼吸上面，留意你呼吸嘅一吸一呼，然後嘗試喺你身處嘅空間裏面，留意眼望到嘅5樣嘢。呢5樣嘢可以係房間裏邊唔同嘅物件。如果你喺街上面，可以係經過嘅人、動物、植物或者天空，任何嘢可以揀5樣出嚟，慢慢咁樣留意佢哋。喺你留意佢哋嘅時候，注意將你嘅思緒擺喺呢個物件上面，留意呢一刻呢個物件嘅狀態。然後你可以留意4樣你耳仔聽到嘅聲音，可以係周圍環境嘅聲音，有人講嘢嘅聲音，物件移動嘅聲音，或者任何你聽到嘅。嘗試唔需要留意呢啲聲音嘅好或者壞，只需要覺察呢啲聲音係點樣嘅。你亦都可以嘗試眯埋眼去幫助你專注呢啲聲音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轉移注意力去到你雙手，留意3樣你觸摸到嘅感覺。呢個可以係你雙手互相觸碰嘅感覺，你皮膚嘅觸感，又或者係你嘅衫同埋褲嘅質感。你亦都可以摸下你身邊有嘅，例如台啊、凳啊等等，留意下呢啲感覺對於你雙手係點樣嘅。然後數到2，而家留意2樣你聞到嘅氣味，可以係環境嘅氣味，又或者如果你喺街上面嘅話，有冇啲咩氣味係特別吸引到你嘅注意呢？無論呢啲味道係香嘅，抑或唔係香嘅，我哋嘗試唔帶咁多批判咁樣，純粹留意呢一啲氣味。到最後，請你留意你舌頭上面嘅一種味覺，可以純粹係口入面口水嘅味道，又或者係頭先你食完嘢口腔入面殘留嘅味道。如果你覺得好難感受嘅話，你都可以飲一啖水，
留意下呢啖水或者其他飲品個味道係點樣嘅。頭先我哋用咗眼、耳、口、鼻、手去留意我哋周圍嘅環境帶畀我哋嘅感覺。呢一啲唔同嘅感覺構成咗你嘅此時此刻。你可以多謝自己用咗呢一啲時間去留意自己同埋周圍發生緊嘅嘢，留意呢一刻你內心嘅平靜同埋你嘅呼吸。如果你覺得準備好啦，你可以隨時結束呢一個練習，帶住呢一份覺察進入到你日常嘅生活之中。我哋今日嘅練習就去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